心靈交響曲，你又如何？每日靈修經文分享，約翰福音5章6節，就問他說：你要痊癒嗎？約翰在敘述耶穌的教誨，提醒我們要用心靈誠實來敬拜天父上帝，更告訴我們，舉目觀看四周是渴慕真理的朋友，仍有未聽過福音的人，正等待着主的好消息，叫我們隨時作好準備走出去傳講福音，使人歸向天父，得着屬天的福氣。這時主耶穌來到耶路撒冷的畢士大池旁邊，一個病了38年的病人，主問他想痊癒嗎？他沒有即時的回答主耶穌，卻有很多藉口，說沒有人把他放入池中被醫治，又說自己不夠別人快。主耶穌直接叫他拿起褥子起來，那病人就立即信服主，病變得痊癒可行走了。來，我們一起感恩禱告，隨時準備為主傳福音，讓我們先在主裏得安慰，被醫治，讓我們信服聖靈的帶領，跟隨主腳蹤而行，在榮耀神的時候，能彼此被造就，被建立，攜手為主耶穌基督的福音竭盡所能。以上感恩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祈求，阿們。心靈交響曲，避無可避。每日靈修經文分享，啟示錄3章2節，因我見你的行為，在我上帝面前，沒有一樣是完全的。使徒約翰受神的靈默示啟示錄，為後世人帶出警世提醒，究竟我們明白了多少？用7個教會的特性精準地導出歷代信徒聚集一起時教會將要面對或者正陷在當中的問題，要鬆移作反省與改進。撒狄教會的會眾多是富裕人家，悠悠閒閒的生活處境，竟可使弟兄姊妹靈命倒退，也使人對危難來到也未能警覺。約翰責備他們在我神面前，沒有一樣是完全的。對於神的教導是聽了但卻是背道而行。約翰提醒，既已聽了神的真理，就要遵守，就要悔改，不然名字將在生命冊內被除，與父神沒有關係的生命最終被拋入火湖。神的救恩，使相信主耶穌基督的人得着眾生的生命，勸勉信徒們要打開耳朵聆聽內住在心裏的聖靈指引與幫助行走屬靈的人生路。來，讓我們一起禱告。神救恩的來臨就是要拯救我們，赦免我們的罪責，從步向永死轉向永生，藉着主耶穌基督的大愛，得着聖靈幫助。雖有身體軟弱時，亦有意志消沉時，在避無可避的挑戰衝來時，不作他選，信靠聖父聖子聖靈三一神。以上的禱告，藉主耶穌基督的名祈求，阿們。
心靈交響曲。是的，不需驚慌。每日靈修經文分享。啟示錄1章17節，他用右手按着我說，不要懼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使徒約翰受神的靈默示啟示錄，為後世人帶出警世提醒，究竟我們明白了多少？用7個教會的特性精準地道出歷代信徒聚集一起時教會將要面對或者正陷在當中的問題，要鬆而作出反省與改進，激勵忠心的信徒，要靠着主耶穌的大愛來忍耐自撒旦的迫害，因邪惡的勢力，敗壞的道德必被神全面審判完全瓦解。神要將新天新地降臨，要將被罪惡污染的天與地取而代之。神要親自與義的子民永遠同在，要將一切的眼淚抹去，再也沒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號與疼痛，一切都要被更新。神的子民要在神國中享受永恆的福與樂，承受是與救主耶穌基督同在的平安。我們一起同心禱告。救主耶穌基督是我們生命的主宰，父上帝是掌管一切歷史的神，是能使我們的心意得被更新，歸信主耶穌基督，得着神子女的名分，領受聖靈的幫助與帶領，在任何境況都有着喜樂與平安。這應許你可要緊握住。以上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祈求，阿門。心靈交響曲，相輔才更易相成吧。每日靈修經文分享。傳道書4章12節，三股合成的繩子不容易折斷。傳道書作者是所羅門王，是向耶和華祈求賜智慧的以色列第3任君王。所羅門回顧他的一生，他感嘆良多。在述說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時，從過往經歷，他提到獲得耶和華神的應許，在聖城耶路撒冷建造聖殿，需要大量僕人幫助完成神的旨意。無論在家庭、在生活、在職場、在教會、在侍奉，都需要同伴，都需要有團隊，一同在勞碌中同得美好的果效。在遇上困難時有同伴提醒與扶持，如在寒冷的曠野，二個人一起更可互相取暖，在互相關懷中同得造就，在彼此配搭中能被建立。所羅門道出，孤身一人在跌倒時，沒有別人扶起來是有禍了。二個人聯手更能抵抗外患，如三股合成的繩子不容易拆斷。讓我們一起同心禱告，肢體間能彼此扶持，相互配搭，在侍奉中能靠着聖靈所賜的恩賜服侍教會，彼此在領人歸主的同心禱告，在天上的父神必在垂聽。主耶穌給我們的新命令，叫我們要彼此相愛，是與眾弟兄姊妹在神的大愛中竭力傳揚主福音。以上禱告同心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祈求，阿門。
心灵交響曲。就是這樣鼓勵您。每日靈修經文分享。馬可福音4章27節，這種就發芽漸長，那人卻不曉得如何這樣。主耶穌來到海邊教訓那些從四方八面湧來的人群，當中有人想再看到神蹟，有農民，有漁夫，有目不識丁的，也有熟讀律法的。主耶穌用比喻引導眾人明白天國的福音。從撒種在4種不同的土壤所產生的果效來使人認識主基督的道理。在不斷追求真理時，神使我們的生命不停止地在成長，因神賜給我們生命，又為我們添加智慧與力量，在面對困難危險時，聖靈來鼓勵我們對父神要有信心。來，我們一起禱告。人的生命全掌握在神的手裡，要將主的話放在心裡，方能領受聖靈的帶領。生命的成長如被神栽種、施肥、發苗，但收割都會是神，因一切在於神。我們都願意全然將生命交託給三一神來帶領嗎？以上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向神祈求帶領，阿們。心靈交響曲，同等是沒有分差。每日靈修經文分享。馬可福音2章17節，我來本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主耶穌紆尊降貴臨到世上，為的不單只是你或我，是為了全人類。因先祖對神的不確信，違背上帝的吩咐而使人類落在罪犯中。大罪小罪都是神所厭惡的，人在不知也在明知中得罪了神的恩典，背逆神的教導。罪在世上不斷迷惑人，引誘人，使人分不清也不知覺地陷在罪孽裏。主耶穌基督清楚告訴我們，我來本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是要教導熟悉神律法的文士對耶穌要與眾人視為罪人中的罪魁利未一起坐，一起吃喝而產生對耶穌的藐視。呼召利未是要向世人作出提醒，救主是謙虛的遵照神的旨意來拯救世人。神賜下的救贖恩典是召罪人歸回神，領受永恆的福分。我們一起禱告。天父上帝視我們為寶貴，沒有分差的賜屬天的福分給我們，是在鼓勵我們要接受主耶穌基督的呼召，領受聖靈的幫助與帶領，承受是神的救贖恩典。以上感恩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祈求，阿們。心靈交響曲。現在就是對你說話。每日靈修經文分享。士師記6章12節，大能的勇士啊，耶和華與你同在。基甸是以色列的士師，在人民再次背逆神去對偶像的膜拜而受到強悍的米甸人侵襲，基甸被神興起來帶領民眾回歸耶和華的指示，在米甸人連番欺壓下，需要隱藏在山野躲到山洞，
人民生活艱辛，請其窮乏，基甸仍奮力為眾人積谷作預防。因基甸的信服，耶和華我們的神親臨向基甸說話，稱讚他為大能的勇士，應許與他同在，吩咐他去從米甸人手中拯救以色列民族。忠心的基甸卻在推辭，在懷疑自己的能力，也在懼怕神的呼召。來，我們一起禱告。我們的主耶穌升天前，應許常與我們同在，派來聖靈保惠師幫助我們，激勵我們忠心的廣傳福音，領人歸主侍奉神。父神要使用我們，興起你來與主同工，不要推辭，不要懼怕，也不用懷疑自己的能力，因三一神常與我們同在。以上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向神祈求，阿們。